最近这几档真侪家长小济要甲囡仔送去私立的国中去考试的学生是叉。全高中是呼吁教育部爱赶紧修私立学校法，改变私立国中用分数甲考试来筛选学生的现象。这几年来，国小考私立国中的考试，也就是大家接讲的小六基本学历测验，吸引侪学生去报考。全高中拜三召开记者会，表示欢乐。以初中因要来选择啥个学生为主体，所以你毕竟讲若要去的时阵，就爱看伊要考啥物会，你就爱去准备啥，参加啥营队，安尼对囡仔的正常的学习，甲家长安尼拢无公平啦，因为伊就爱开出一时间去处理这个部分。全高中表示，大家小钱要去读私校，学校用成绩来做筛选的标准，甚至有部分私校会用特色营队的方式来拣学生。全高中认为，若要确保国民教育的公共性，无应该是用精英教育的方式来办学。全高中也强调，目前社会风气有完用升学率悬，就是好学校这款眼光来选学校，失去教育真正的精神。是认为，升学率高的才是办学好的。教育它应该是一个历程。我们不要片段来看孩子的表现啊，比如说他国小一定要表现怎样，国中一定要上什么学校。全高中呼吁教育部爱修正私立学校法，规定私校无应该爱用学历测验赢对的名目来办入学的考试。针对报名要读的学生，通比照公立学校办理电脑抽签上台编班。教育部是回应，为着要避免私立学校以考试筛选学生，目前有部分立委也提出修正私立学校法第39条甲第57条条文，建议公平抽签，确保教育公共化。教育部是表达支持。记者张家佳、贾桂玲台北报道。